爸要是知道了，他会生气的啊！干什么啊？拿着，睡楼下。把衣服换上。我就穿这个。这个是工作服。那我工作是什么呀？自己巡逻。要走的本子，不许坐，不许喝水。每2个小时轮一班岗。今天你上来，还需要学习很多的东西。那我巡逻，你做什么呀？我是保安队长，用得着你来问我？在保安队，我一个人说了算。换上。再换衣服啊？挺合适你的。你姐在上面，我在这儿。哎呀，我不是来找我姐，我来找你呢。找我？对呀，找你不行啊？我一个小宝宝呀，找我能有什么事？我想让你陪我去个地方。我在工作。没关系，我跟我姐说过了，她准你嫁啊。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了呀，不像骗人。我不信。要不然我给我姐打电话了啊，说你欺负我。你。叶小姐，您又来了。帮我把车停好。看来你是常客。来都来了，还问那么多？走。哎呀，走啊！小达。今晚的比赛将有一名挑战者挑战我们天海金星女主。这个人到底是彭高体重？这个是段飞。老袁，这次有你好受。老大，听说你要挑战我了？你怎么跑这来当擂主了？业余爱好。比赛唯一的规则就是没有规则，究竟谁能获胜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领导，
既然上了擂台，那就别怪兄弟我手下不留情了。别废话，来吧。姐夫，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我，保安啊。不可能！拳赛你也看了，赶紧回家吧，我还得工作。哎，他是谁？你来干嘛呀？我来找你呀。说他是谁呀？朋友。什么朋友？说你是谁？哎，怎么了，老大？有人找你麻烦？泪乳，老大。哎呀，走吧走吧走吧，不是，他是谁呀？走吧。老大，我昨天刚打的泪主，你这一脚踢的我也太丢脸了。我还没用劲呢。从这一脚就能看出，我就不是你亲弟。你要是亲弟弟的话，不止这样对你了。哎，对了，你弟最近怎么样？他呀，太笨，还在老洪家那训练呢。我功夫有长进没有？跟你弟比的话，差不了多少。不是，哎，老大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！我既然跟了你，你就应该把你那些绝学通通教给我。那看心情吧。哎，老大，冷风说了啊，他已经开始着手调查一些事情了。那你好好盯着云世彤身边的人，交给我吧。哎，老大，今天你打赢了我，你就是这儿的擂主。到时候一波一波的人跟你挑战，你别嫌烦啊。你接着当擂主吧。你跟他们说，我没兴趣。得嘞。走了。豆杯，你太帅了！你别走！你是我投资这个拳场这么久，第一次见到这么帅的人。哦。哎，你真不记得我啦？不记得啊。那天晚上？那天晚上。哎呀，我哥哥。哦。再见。哎，你别走呀。你得送我回家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喝酒了呀。去换衣服。你等我。姐，芷晴，你怎么来了？姐，你到底了解段飞多少啊？你被他骗了。我被他骗了，骗什么？我啊，今天带他去的地下拳场，让他去挑战擂主，他居然赢了。谁哪知道他几下就把擂主给打倒了，特别厉害。你带他去地下拳场？姐，我觉得啊，姨父让你们结婚一定是有道理的。哎，等等，你这么晚过来找我，
就是来跟我说这事儿的。不是说其他的事吗？没什么了。姐，你会去哪儿啊？我回家啊。我也想去。你给我乖乖回家睡觉。要不我跟你一块去吧。去哪去哪？真的真的。